洗手间已经到喽，好，来看一下左手边10点钟方向啊，有2只鸡，来到了母鸡小镇啊，有一只是公鸡，有一只是母鸡啊，2只呢在一起啊。在一起啊，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这边的这个很奇形特状的这个虎山顶的这个名字，所以看到一只母鸡，一只公鸡。OK， 那这个我们在这边呢停留这个上个厕所20分钟，好不好？这个右手边呢这个柯南，这个是一个超市啊，这个超市啊，从这个门进去的话呢就有这个超市，还有这个洗手间啊，还有咖啡馆啊。都在里面，在这个拉巴咖啡这里从这边的 Ice Way， 这边呢进去，右手边这边有一个门从这边进去，然后那个超市也在里面超市也在里面。我们在这边20分钟的时间大家呢拍拍照。左手边那边2只鸡，好不好？这2只鸡小镇。好 ，OK， 右手边那边进去，现在6点钟，我们6点20分上车，谢谢。Okay, 20 minutes. Good.